好，今日又有樓睇啦。呢個單位位於啟德嘅，一入屋咧，長方形大廳，開放式廚房啊，都係齊晒洗衣機、焗爐、雪櫃嗰啲嘢噶啦，新樓嘅標配。咁我哋睇下浴室先，新樓係咁噶啦。呢個就用浴缸，有埋浴室寶嘅。咁啊睇下間主人房，哇，好大間啊，三邊臥床冇問題，正啊！呢邊有衣櫃啦，好大間啊間房。咁啊睇下間客房，細房咧都唔算細噶，雙人床加衣櫃都冇問題噶。咁我哋睇下露台嘅景觀，哇，好正啊！啟德河景啊，望到飛鵝山添啊，哇，好正啊！條河景。好，介紹翻呢個盤叫做 Monaco， 就位於啟德嘅，樓齡咧4年嘅啫，2022年入伙。Monaco 咧就分兩期嘅，就有8座，最高樓層咧係38樓，合共有646個單位。呢個單位面積446尺，兩房嚟講咧其實好實用啊，因為主人房咧可以三邊臥床嘅。交通方面咧，步行8分鐘左右就到地鐵站。配套方面咧唔使講噶啦，周邊有雙子匯啦、Airside 咧，仲有啟德體育館嘅商場，加埋又差唔多有200萬尺嘅商場。其實啟德咧而家係發展成熟噶啦，比起5年前咧而家係方便咗好多，所以咧呢度都好受歡迎，令到呢度嘅租金一直保持高水平。無論自用定投資，呢度都係一個好選擇。呢度係 Monaco， 有興趣話知帶你去睇。